而家咧就朝頭早9點鐘，咁啊又例牌又要去嗰度食一食先，咁啊帶各位觀眾朋友去睇下我最中意食嗰檔涼麵，咁啊買個麵豉湯啊，好鬼濃啊！呢檔就係啦，之後個涼麵咧特別好食。但係琴日同我老友傾偈佢話啦，佢住過喺香港一段時間，佢話香港啫喺度住咧，生活壓力好大嘅，成日都要學新嘢啊！喺呢度唔係啊，竟然買啲麵翻嚟咧，識煮就硬度適中咧，買賣咧竟然咧可以養活成家㗎嚇，仲可以揸啤士牌咁前面嚟賣一樣嘢咁啊！無論經濟好唔好咧，我唔死嘅。總之就嗰檔麵啊，實有人幫襯有得食啊，實有生意嘅。咁啊諗下自己咧識咁多嘢咧，冇樣嘢都揾到錢，咁啊啲失敗感。過幾年如果再係咁樣拍嘢唔係好出名嘅話咧，又成唔到名，又使晒啲錢去拍嘢，都冇運行嘅話咧，我就真係去推廣嘅，唔係啊。單嚟意大利麵又好，單嚟廣東粥又好啦，咁喺度賣下。呢個口感啊，佢台灣話好 Q 啊 ，Q 啊，一彈牙咁啲，好正，你一定會中意。50蚊咧，呢就15蚊，應該12個半。12個半，咁啊食咗個早餐，有個麵豉湯，有個涼麵，咁啊都飽㗎其實嗰碗嘢。OK， 我去超級市場行街，呢度呢間咧就係我咧 studio 嗰度咧最近嘅 supermarket。踎喺度食擔仔麵嘅呢個有名嘅台南擔仔麵，個麵真係幾好㗎。我嚟呢度咧，當係博物館咁睇嘅。好正好正，哇！食晒。呢度咧就係台南擔仔麵，你睇呢個架撐，滷肉飯，這個是貢丸、章魚腸、豬肝、豬手、米粉、擔仔麵這邊豆豉月罐頭。六天嘅麵打少少芽菜揼落去。左6個碗，食咗飯之後咧，搞啲搞個醬，有夠汁啊，加湯，加少少醋同埋蒜蓉，咁啊搞掂啦。小魚加嚟先加啲蝦仔喎，最緊要。呢個咧就正宗台南擔仔麵，就50蚊。今日咧就呢個行程咧，最後一日咧喺台北㗎。我話點都要買翻啲老天祿鴨舌翻去咧，慰勞下啲好朋友嚇。試過好多間老味咧，都係始終咧都係老天祿咧，真係堅。所以決定最後今日咧，就點都要翻去西門町呢度咧探一探呢個老天祿，買翻啲手信翻嚟。拜託，希望大家能夠聽起來，不要再讓我5月1號當天要是沒什麼人去，我也不抗議了。
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台湾是我一个人的吗？不愿意啊！当天要是没还是像我们原本只有几十个利益在哪里？我管台湾的竞争力在哪里？我管你家每个月的电路费啊 ，ADSL 要多少钱？电话费要多少钱？我管你干嘛？你们有哪一家电话不是用中华电信的？这些电话线是谁做的？是政府建造几十年，中华电信为民营化是国营化的时候做好的嘞。世界还有公平吗？电视台啊，他访问我在投诉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吧。然后投诉这个中华电视太贵了吧？你住台湾吗？我是旅客。哇！你睇下幾多電單車啊！真係，哇！嘭聲，嘭聲。風が揺れてる波が歌ってる俺は今日も歩いてる砂を掴んでその暑さ確かめてこの季節を感じてる